教国释文第71集。这集咱来读李商隐的《金色》。声韵学把这首诗分为做平声、仙韵，什么意思？先来研究一下。什么是平声？心、肝这类的是高音的一声，高平调就是上平声的一种。一声肝，但是实际的读音，你是我的心肝宝贝。阿嬷叫孙的时得用的声调是吧？台语这种强调加强的语气得用的声调是二声，是高声调。一声、二声拢伫高音，读起来感觉是高亢的。这两个声调拢属于上平声，也就是较悬音的声调是上平声哦。咱先了解上平声，过来。什么是光韵？来问 Google， 咱来输入光韵，查看卖。即马阁有 AI 模式，咱来切来 AI 模式。Google 讲是宋调编的嘛，主要分做5段，平声2段，平声2段哦。专家讲的，所以 Google AI 安尼甲咱解说。这是光韵上平声悬低音。那照现代书写习惯，这个标题是第一段上平声，第一韵是当第一。这是什么声调？咱来听看客家阿婆安怎读。东西南北。阿婆读的是一声东，二声西，这是上平声悬第一。南是低声，是下平声悬第二。搁听一遍。东西南北。这个南是伫下平声悬第二，读的是低声。下平声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，读的就是低声。一般的汉语方言拢有4个基本的声调：高音、低音、上升音、下降音。中文却无低音。所以，若用中文解说的声韵学，像 AI 应用强势中文的解说，只有一个结果，乱七八糟啦。AI 模式讲的平声分上下悬，毋捌字的客家阿婆讲互你捌啦，无即回事啦。金色这首诗是平声仙韵，并毋是哦，是下平声仙韵。有影无？阿婆讲互你听。欣赏。阿婆读的是低声信，下平声的第一个韵信韵。后面。句选。前后。阿婆所示范的这几字，拢伫下平声悬第二的仙韵。讲韵下平声，用客话来验证，确实就是低声。整理一下，若用中文来读《锦瑟》这首诗，50弦、思华年拢是二声，上尾的已惘然也是高亢的二声，这并无符合这首诗要表达的情感。二声并毋是茫然的哀怨声调。金色这首诗是平声仙韵，这是早种中文的讲法，是专家得教的。用中文来读是高亢的二声。仙韵是伫第二段下平声，是客家阿婆读的声调，是哀怨的低声。闽南语什么声调？广义的低声。三声是稻米的低声，属于广义的低声。客话无中声，台语则有是米调。
嘛算伫讲义的假声。杜鹃的鹃，因为伫先韵的咽韵母，所以文音读前。伫遮小提醒一下，安尼经过以上的解说，咱就来读一遍金色，看卖有啥物无共款的体会无？金色当调理相应字，金色无端50弦，一弦一字思花莲。众生晓望未蝴蝶，望地春心托渡前。沧海月明自有泪，哪田日暖玉成烟。此情可待成对弈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有人讲诗词若用闽南语读会较好听，迄是因为闽南语是古汉语，安尼的解说，敢毋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君一席话呢？闽南语读诗词较好听，迄是因为台语有7个声调，中文只有4个，惘然是假声，中文读起来变高亢的疑声。情感就走微去啊，有淡薄仔了然啦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